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也是本节目，我们会谈论52屯来关于去到中国福建沙县，认识当地特有民间艺术剪头戏，拜访菜地客家庄夏庙，当然还会去看沙县有名的小吃。农业为主的沙县，第四时也算寒工时节，会有7、8戏也算二村活动来听乐。其中过去派的剪头戏，如何对清朝民间戏史有百年历史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。讲剪头戏，讲的都是3到6岁的小人呢，佢也睇大人的剪头项表演传统戏曲。安尼样样都唔会受到长期的限制，乃如是的表演。也因为安尼，所以做剪头戏的位所总是闹渐渐呢，民众还会行到哪听到哪。不过，一个传统艺术是会传唔下去哦。一直到8年前，剪头戏本人列作福建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，以保存同发扬，让总算得到重视。节目一开始，路带大家来看剪头戏特别的魅力。旁边亲着驴，早来，别忙了，我还有副对联呢。来电礼拜，昨天属于的种牛个位，种牛种到斑斓产的。读到底下个同期门路的西亚模嘢，6场日对门路讲意思，讲的讲到简文体里，只唔过也摆来做戏嘅，用张牛鼻子安排嘅咯。原来主角周青都系洗不教嘅，他人的镜头就系夹到个戏旁。它叫做关子头棒，关子肩膀就是关子头。肩膀头，关子头棒，那就是说小孩子站的这个肩膀呢。那个棒是什么？啊，棒然后就搭个棚啊，搭个台啊，就是用人来做台。集正睇完嘅剪头后，3到6歲嘅小朋友去到爭爭，演出家下小朋友愛唱，頭拿愛填土，樹還愛比巴。做大錯為睇人，唔但將我徛聲人呢，還會負責進行基本畢業，就將係一類為賽畢業舞台。我們沒有局限的，只要有舞台我們都可以。因為我們的劇目很多嘛，有2個人的、3個人的、4個人的都有。那你如果是小舞台，我們就用人更少的了。如果是大舞台，我們像這次4課會就100對，就那個是算大型舞台了。剪头戏演出係無受到長期嘅限制，大家所有老生人嚟講起來，就做得應該去表演。唱也按他們嘅行嘅，咩係家嘅位舞台。尤其呢，公園嗰隻家下閒看鬧熱，大家唔是注意我輩，就看得到家嘅精彩演出。哎呀，我城关呢经常都有来，大家都爱看，不知道怎么搞。看小孩子啊表演实在好玩。以前看的时候，大概是你以前是多久以前都会看？年年都有嘞，我们城关年年都有嘞，年年到过什么节的，有过节的时候啊，都经常都有。照沙燕子嘅記錄，剪頭戲係對清朝末年開始嘅，聽講係沙燕鳳公子民間演員連世橋創立嘅。這演員同大錯晚節表達，同流量有成派嘅演出，看到大家見成實。沙县經濟發展的時候，在清朝末年孫頭的時候，沙县這個交通很便，外面很多演戲的人啊，也愛來沙县來演。有的時候他也要演，你也要演，那誰看怎麼看？所以他這個首創這個人呢，那你們吵去吵了，我不管，我另外創造一個條件，大家都愛看我的，他就是搞得我就站在肩膀上看去，大街小巷四通八達我都可以去做。剪頭戲本單唱係一項出把戲。演出的戲目條蛤蟆像係一般的民間小跳，
发展到今係用北京戲杜峰嘅一寫出嚟戲，表現嘅內容較熟結又精彩，大概係5到6分鐘。好多人行動上愛看，喺呢度3億人講到童年，老師杜峰就會面上記憶。唔但將豐富為蔡天人嘅成分，更加係3億人知道一定要面逢嘅一項民間傳統藝術。不過看起來當發展嘅鏡頭戲，沙因為這樣嘢東南前做唔久，韓國做大錯嘅後生人又會開價，無限參加演出也按到限制。誰知道一項傳統藝術，強強就會冇人傳冇人接。按上年嘅鏡頭戲背後，也肯定大家就唔知嘅危機。蘭花指哈，女孩子就蘭花指，男孩子就不用蘭花指啊。眼睛看。排練室地度，小朋友一粒一粒白白起，先生喺一粒口令就一粒動作，意思就唔會凊彩。出題色色彩彩嘅基本功，行愛擔事動講。從不會到會，我們這個過程的話，那我們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辛苦的。所以說我們小孩子首先要先教他怎麼個站法，站在我們肩膀上，然後的話，他如果是說，假如是說沒有很有力氣的話，是軟的話，我們動作是不能做的。他的腳一定跟我們踩在地板上是一模一樣的情況下，我們的動作才可以做得出來。做大操做為10公斤的自己痛，腳蹼同神團。早就練到立手嘅，不過唔怕唔信，平常時佢係一類啲市場好賣菜嘅菜販嘅。當然半夜1點，自己同就空從去到貨，同家本用腳下賣菜。不過所以鏡頭戲班呢，是要帶操嚟表演，佢辦過未會去配合，唔是講也聽錯我要家本用嘅支持。他愛好做起嘛，已經做了10幾年了。他愛好我就支持他了，只要他能快樂我就快樂了。他要批早上批回來，然後去表演。哦，批回來再去表演。啊，是啊。那像之前出國的時候怎麼辦？我就叫那個批發站老闆送上。哦。我捨不得休息嘛。就會因為做大操嘅人，做得講都唔係專職嘅演員，沙因杜峰嘅強種研究。但又喜愛做大表演，誰知道見來見冇人來做大操位。小伙子剛成家立業了，我們沙縣不是有小吃嗎？都要出去外面去賺錢啦，維持一個家庭啦。所以說有的就是零零三三兩兩的，就是把新的招進來訓練一下。好像這一次底座太少，就把他家長也拖進來協助。那我以前我覺得剛介入的時候啊，我覺得如果說底座哈，假如說是40、50歲這樣子的，那我至少可以用它10年、20年這樣。那結果就沒有，因為流動性太大，底座也流動性太大，沒有留住人，就變成就現在就我們沙縣因為出去外面做小吃，那個收入會更高嘛。也按當年代確實有到5000家族主動表示我來做大操，有一場在個看到成功嘅，唔過實際有冇想象嘅按得佛。鏡頭戲嘅演出真係冇按過，尤其小朋友愛期待睇人嘅鏡頭行來做演出，睇人還要負責小朋友安全，還加要比較劇情來填圖，唔係期待天天。尤其像我係細模人，我講嘅小朋友啲鏡頭行就冇按過嘅，還加唔是講我做一個完整嘅演出。因為這樣天天晚上都練幾個小時，7點半練到，有時候練到11點半，就是硬扛啊。特別如果會站的還好。不會站的傾斜啊，一個小孩等於2個小孩的重量。新年呢，佢哋項目平常會影響到演出，唔過見到動作就太熱較重，未係做大操嘅人同太熱負擔。故做一條新年嘅太熱，其實就表示一群經過訓練嘅小演員就會離開鏡頭戲嘅舞台業。有個年齡限制，他到了一般最多練到6周歲嘛，那到7周他就上了小學，小學以後他就不會來參加，他就是因為一個
他去上了小学，他不可能来这一个年纪也大了，孩子也高了，他们站到肩膀上，他们就会害怕了，就更没那个胆量。鏡頭戲嘅連貫人物本體動到夾唔到，甚至到亞項傳統藝術，只要30年冇人來接。也下鏡頭戲唔但唱模反正嘅戲版呢，還可用風俗又好嘅樂曲來演出，無分無從嘅伴奏，觀眾未聽唔到也條聲音嘅特別嘅唱腔，係前所見嘅演出，也未看得出傳統同現實啲嘅相綁。咩目前嘅工作，我想學鏡頭戲有幾困難呢？